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评，咱今日来怀念台湾的歌音歌王郭金发。讲到郭金发，你会想到佚佗人的目屎，想到最后一封信，想到烧肉粽，想到饮鸩之歌，想到爱你的骨。郭正今日要招你听，这条歌虽然无亲像头拄仔我所报每一曲遮尔啊迄度，不过伊的文学的内涵真好。咱做伙来甲体会当时郭金发主唱这条《香港夜船》，歌名咧讲香港，歌词安怎样描写？讲船头灯火，轻轻摇摇人，亲像伊的美丽笑声，心内暗思乱。想迄时故乡渐乱，相依为命走香港，双人讨海生活，快乐会出旁啊！香港夜船，可怜阮一人。你甲听，歌词已经讲出一站真感动人的故事。男主角郭金发咧唱这个歌声，描写伊所爱的人美丽笑神，心内暗思乱。啊，两个人相依为命去到香港，为怎样？为怎样？现此时香港夜船只剩我孤孤一人。咱看过去，真侪新闻伫咧报道，香港因为英国政府的经营，老我厝一栋一栋起平头悬的。啊，毋过原来有真侪艰苦人，共迄个时代讨海掠鱼过生活，连甲土地都无，都爱踮船顶徛眠过日。歌词咧描写1960年代的香港，真一幕一幕的过程，继续来甲听落去。讲东方明珠迷人的都市。五花十色可分的繁华，害伊对烟花。我每日船靠岸边，等伊返回倒转来，重回过去幸福海上的生活。啊，香港夜船，海风阵阵寒。国正来甲朋友说明，这条歌的原作词家刘达雄先生，就是写爱甲入骨，就是写佚佗人的目屎。就是写生命的太阳，就是写最后一封信，互郭金发唱，共这个作词家，所以咧写歌词的景，真难得讲，伫咧1960年代，就有人直接用东方明珠这4字来描写香港，这也是郭正感觉这条歌词真正有历史价值，真值得探讨的所在。